请问买鸡的时阵，真侪头家拢会请新郎食挂包，啊，这个物件到底有啥物款的意义呢？来，智囊团，感觉是咱倒一个？买的时阵，头家拢会请食挂包。买个，嘿，买个就是想要爱钱嘛。你想看买个最高潮的时阵，都是咧分迄奖金嘛，是，应该甲钱有关系啊。啊，甲钱有关系就是钱包啊，对不？我是安尼感觉。我觉得是 A 亚金感觉我觉得 A。 A 为什么？因为挂包叫挂。挂挂伊的歹习惯。啊，你志宏自就以，他跟我一样是 A。你嘛 A。两个 A，一个 C，一个 B。觉得 A。来，好，答案就是嘿 A， ，A， 你确定少数服从多数。 A 哦？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是毋是 A 挂掉歹习惯？对唔对？对。老师跟我讲。老师刚跟我机会来啊，机会来啊！机会来啊！哈利路亚！机会来。来，这来请有办过买个，阮才会当的。当的哈，来当的，当的，我当的，你感觉我当的，杰哥，我是感觉福气啦， Hockey 啊，嘿啊，把 Hockey 包起来，对，把福气包起来，大家做伙享受啦。是 B 好，把福气包起来，对唔对？哇！不要紧，这应该是的艺术，咱请老师来解说一下。好啦，拄则咱的这个来宾哦，伊第一个反应是上正确的。是哦，伊讲这个买艺是对啊，你如讲啊，买艺是就是要分奖金嘛，啊，这个钱有关系嘛，啊，这个挂包迄个型就是迄个像咧较早的钱包啊迄个型，所以就感觉讲要互你一个福气，讲有用这个来甲你的钱包咧安尼。